好，我們即將開始學習雲技術，這會是一段激動人心的學習旅程。今天，我們探索一個新概念，我們將了解它的定義，還會發現它的主要特點，這會很有趣的。今天我們學習 EOS、PaaS 和 SaaS， 它們是三種重要的雲服務模式，理解它們如何影響我們的數字世界。同學們，雲服務有三大幫手 EOS、PaaS、SaaS。EOS 提供虛擬機器 ，PaaS 助你開發 ，SaaS 給你即用軟件。它們讓雲計算更便捷，滿足我們不同需求。同學們好，今天我們來一起看看事物的優點，但是也要留意可能存在的風險，這能幫助我們更全面地思考。雲技術帶來方便與節約，讓工作更靈活，但安全和規則是需要注意的挑戰。理解這些，我們就能更好地利用它。同學們，歡迎大家！今天我們聚焦新興創新，共同探討未來發展方向，希望能啟發你的思考。未來雲計算充滿機遇，邊緣計算和人工智能是核心，安全與多雲策略至關重要。它將持續發展，驅動創新。